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大家有去过南州老了过冇呢？南州到底有哪条特别的农产品，有哪条好高的活动？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南州农会的两位好朋友同我们分享哦。马上来分享佢哋吧。首先，先来分享我们南州农会李兰强李主任。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州农会保养部主任李兰强，大家好。哇，欢迎主任！接下来呢，也同样是我们南州农会的工作者。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州农会推广部的家政指导员钟玉珍。哇，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底部哇，特别有很多南州农会的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影片，等下都请人好好来分享。首先先来请教一下主任啦吼，主任，其实南州同新皮今日我哋第一讲其实喺隔壁嘛，俺不时会去到新皮老了时间，我看到讲有南州农会的使用，俺记得我去到南州的时间，也同样有看到新皮农会，一两个地方喺咩同样同南州农会管辖，也係讲今日有合并啦。嘿，我哋94年都屯南州乡，新皮乡两个乡镇，经过理事会都同意，两间农会合并去南州体基农会。哦，嗰個其他嘅業務係全部合併強下嘛？係，錯。哦，嗰個南州農會實際上而管呢個體系規態呢，吼，南州同新皮兩個強下，你唔能睇即攀工嘅時間啦，吼，因為南州係第一個唔係合種嘛，新皮係合種啊，一兩種哦，強下睇攀工嘅時間，你會唔會讀到講有嘅客語啦，也係講河洛話兩個喺交流嘅時間會有困難，也係有發生過某個神奇嘅事情呢？南州鄉吼，咩有部分係客人，係，嗰細一部分係有太埔嗰邊咩有客人，嗰時候我哋客人去到南州，你會讀到嗰度。太埔的鄉親，都感覺很有親切感，嗰種。我有夠親切呢。因為好多人去到我哋合作，因為睇邊攀工咩，開始去下面談唔是合法，後尾佢講學嘅都袂，簽咩，我哋啲輩同事咩要到要講合法。係哦，人農會啲輩會貼喺攀工，本嘅唔可以講合法嘅好多嘅工作人員啊，講人哋嚟學合法，會有按你嘅方式嗎？有啊，因為簽咪學嚟咪背，我哋有時咪要聽你講合法。我冇貼喺佢咧辦，冇咧。同學同事之間大家互相去交流安尼學習嘛。講合法，然後收入從我哋兩位係合作。係。做你本身係哪隻嘅行業？我本身係新皮嘅行業。新皮咁樣係好。再來係楊真姐，你做你頭安尼講，也係行業嘛，也咁樣係新皮嘛？我本身係日本人啦，因為我爸爸工作嘅關係，路西亞新皮客，睇新皮客個叫嘅，算來係日本客同新皮客攏算啦，嘿。主任，你我繼續嚟請教你一下好嘅，頭頭有講到南州雖然講同新皮客強下嘛，其實我係真是傾向第一講南州到底有哪條特別嘅農產品，也係講主打啦。南州主打都大部分都蓮霧。蓮霧，雙國會主打，雙國唔係講嘅嘉東啊、林邊嗰片嘛，南州也有啊。南州係屏東縣種蓮霧嘅體系，面積最大嘅。最大嘅？嘿，真的假呀？真的，因為那邊八八水災，因為面積蓮霧的面積流失得很多，搶他們嗰度都冇種蓮霧。枋寮未強樣，枋寮太本嗰度喺面都種帆筍，太本攏南州嘅蓮霧是最大嘅面積。觀眾朋友，我哋嘅資訊會更新一下哦。今家下全屏東種蓮霧最多嘅鄉鎮係我哋南州哦。哇，你南州今家種嘅雙國蓮霧啊，佢係哪種品種嗰度啊？蓮霧太本攏一般嘅南洋種咯，黑珍珠蓮霧，都簽嘅也蠻開始都研發就是黑糖芭比，不有一個春之桃2號，嗰時候根本你帶來嘅都頭到做你唔講嘅黑糖芭比同嘅春之桃有兩種品種，根本你帶來現狀人看得到。安尼等一下，咱來試看下先吼，到底係乜嘅味咯。不過我繼續嚟請教主任講，農會嘅地方有嗰度無共嘅部門嘛，像主任係個。做嘅保險嘅，一個保險鋪啊，其實嘅業務內容同一般嘅
其他人讲认识的保险公司佢有冇共用嘛？其他一般女用係冇嘅，可以像做人同人了解一下嘛。农業保險的部分都判那個農作物的保險。迄農作物唔免認哦。唔免認，吼，認的是嗰個傳統的，全部認的攏農保，迄個健保、農保、植保，迄個都大部分攏傳統的。啊，106年開始，都政府都推出農作物的保險。哦，因為現在環境變遷很大。有劇烈的，等一下颶風、旱災。種人哋講選過最近嘛嘅禮拜吼，颱風過後啦，也講一陣太水之後，人都會聽到，某個地方農損啊，尤其係啲嘅選過後，馬上裂果啦，跌下來問題。啊，唔過有嘅農產品嘅保險來講，同人咧差別喺哪叫？我用辦去成家其實跟女用有用辦，可以繼續請教一下主任嘛。農產品嘅保險大部分都係農民來投保。吼，啊，有愛風災，吼，啊，無如颱風嘛，吼，啊個溫度，吼，有劇烈的溫度變化，寒害，吼，東西咧都投保，啊，有發生損害是都是得你向公司賠償。有談風了，有失敗嘅時候，人哋認那個意外保險啊，然後拄到某個時節，有一個機會有意外嘅時節，都用一個嚟理賠。你發農產品嗰啲保險啊，主任，有像人哋研究用可以自由的投保某個額度有冇？有可以投保各少嘅，有各貴嘅理賠金額嗰度，還係佢就有固定一個限制。固定一個限制。啊，佢用辦咧嘅算保險嘅範圍咯。保險有咩範圍都會有風災發生，輕度颱風，亦都根據氣象局的報道。係啊。好，啊，溫度也是都是根據氣象局的報道。只要寒害溫度有達到一定的比例的時候，就達到理賠的標準。哦，那你主任，我繼續來請教一下，假使講其他嘅範圍額度算是固定的話，我1分地同嘅1甲梯，好一兩嘅理賠嘅金額係唔係有差別的？係按照投保迄個面積嘛，吼，面積冇共用，當然保險費冇共用啊。啊，唔可能我投保一度攏汽油嘅。嗰時候越太愛理賠即個引導吼，去越導嘛吼。啊，唔過睇下跟認證嘅部分，條到主任有講啊，然後可能因為風災啦，嗰條災損嘅認定係用嚟去做一個判定啊。喺政府認定也係講人哋農民朋友自家嚟講，哎呦，我有一個有訴訟到，又叫嚟去申請一個理賠，係安尼嘛？災損的部分都會按照風速的，就按照氣象局的標準，好，按照溫度的也是按照氣象局的標準，也是冇乜個爭議。因為喺數日的認定，也是1公斤1多錢的問題，有調查問題，好，1公斤啊，同你個產量的問題調查出來咧，認定都會有誤差。農民感覺喺書信個查，啊，唔過政府講冇，我哋調查出來嘅書信是有太多1多錢。哦。嗰時有個認定就會有爭議都錯。屬於嘅部分都會有爭議。啊，唔過有個運動員咩講農委吼講，係用埋喺中央政府啦，其他嘅單位吼去決定講哦，可能到哪一個程度。那假使講有產生一條爭議嘅事情，農委入邊會同農民朋友用辦去做一個協調呢？大部分農田嘅交通講要同政府反映啦，因為會調查公正性，好喺呢愛。都個公平都做，愛公開透明。安尼嘅話，其實我哋講，條到主任有講保險啊，農業保險係對106年開始嘛，個算是咧個新嘅個政策。安尼喺當時喺推動嘅時節啦，會唔會遇到某個困難？又係講大家對一個保險不信任？會的。哎呦，你們對，你看他們有這樣子的反應的時候，農委站在一個鼓勵大家吼，也是為大家提供保障嘅一個角度嚟講。你們怎麼去跟他說服？也係講本農民朋友可以放心嚟投保一個保險。我哋一般喺推廣一個吼，我哋都同縣政府吼配合，因為都有辦公室嘛，我哋有請一度農民來參加。啊，一度公司咪咪嚟推介紹講，哦，投保一保險開發一產品有乜個用處？啊，迄年都來談公司費嘛，啊，都信用體嚟講保障買一個平衡，一個保障。啊，更加災損嚟講，真是有處理過太
有个影响个层面一种案例嘛，在农业保险，还是讲野产的拢过平安，其实都冇用到一个保险。有，110年以下有迄个工作保险。哦，伊迄属于咧保险，因为110年吼，上半年都有个早都差不多有旱灾咗的，下半年吼都西南气流来嘛，都真落雨嘛，都影响到工作属性都个大咯，所以，一年都有达到2%。哦，原来安尼撒下来保险差唔多，想讲有迄个问题，请教一下杨真真，底下讲。家政办我讲说，你看都负责料理啦，吼，判协助发通的。不过家政办喺睇农会的哪一部门带下吧？家政办喺农会推广部嘅，係一个家政推广。你算家政推广，唔係講政策啦，又係講發通。唔係，伊主要針對迄農村的婦女。係啊。嗰時家政辦有乜嘅條件嗎？一般拢有農保啊，話有下有種農的啊，攏可以加入啦。男主嗰陣去鄉鎮嘛，每個鄉鎮攏有家政辦啊。如他加入去有時間農民的家呀，嗰度啊，無路嘅有個老人家先求一度攏可以加入。都有農保啊，其他嘅家屬攏可以啊。攏可以。等下快些哦，每日咧寫問題，家政辦裡邊有寫來冇？按舊約經驗有，有啊。我鼓勵兩公婆出來。哦，鄉下來安尼。哦。兩公婆出來安尼上課國慶啊。係啊，我都想講奇怪，家政辦以前印象全部都阿姐呢，更加野產嘅人講男平等的呀，會唔會有寫來㗎？有啦，我嘛因鼓勵佢講唔能出來啊，老公可以帶出來啊。哦，安尼幾好哩，係啊。哦，觀眾朋友，咁你兩位啊，小嘅男主，今日咧家政辦甚至講做保險一條推廣嘅事務，安尼還有其他哪條冇用嘅事務呢？休息一下，冇走過要繼續來分享。前面啊，兩位好朋友小嘅講男主農會今日嘅業務啊，同工作嘅內容，也順勢帶來講，我哋男主係平同體咧選購嘅產體哦。安尼啊，夾來講一下，我哋今日帶來嘅選購係嘛嘅味道吧？條到安尼見香嘅，錯冇？用人啫，條到安尼見香嘅講帶來安醬，看看嚟幾好食嘅選購啊，兩種品種推薦先對哪一塊試試啦？我介紹先對個顏色個淺那個水蜜桃蓮霧顯示，有個淺的哦，係，是個清甜，係哦，冇個甜，按個個粉的吼，會個甜，係哦，係，但是你個甜的，但是個路唔會甜的，哦，係，安尼等下，因為我想講，條頭唔講嘅有個色深個淺的，有個暗黑了唄，係水蜜桃的水果，係啊，嚟等下，幫觀眾朋友看一下，嚟，觀眾朋友看一下，你看暗黑兩同埋。條那平台嘅哩，板台啦，板台。唔過用嘅一個色神同人哋一般嘅顏色咧冇嘛共用哩。一般來講，人哋選一種水果嘅時候唔會選一種咧，因為佢代表嘅色神個淺嘛，都代表佢個冇甜嘛。真是好食哈！好食，其實嘅水蜜桃唔係講唔好食啦，也係改良，各兩種改良嘅一啲品種啦，本種係春枝桃。顏色看落個像水蜜桃的顏色，安尼淺淺。等下小嘅，我先上個那先，唔當繼續來講，好唔好？哦，觀眾朋友，我呢是的，安太兩個對對。好啦，精彩試一下，看下先，毛毛嘅蜜桃，水分夠多吼，真是貴水呢啊，有個皮貴泡綠，係啊，冇偏愛呢，真是其他個蜜桃係清甜的個蜜桃呢。也係個標本上吼，本他一禮拜有食我一來一放，迄時節扣講有冇共用？係哦，會從一個品種暗紅嗎？唔會貴紅，就是個那個粉紅色或粉紅色顏色慢慢變那些把個粉紅安尼。
比这还在生意。共用诶，哎，错，难怪哦，有个名副其实哦，有个选过啊，其实都带下时就去共用诶，安尼清甜，只不过会个甜一些些安尼嘛。啊，有个皮真是有比个普通的水果还个薄一些。薄一些啦。因为安尼头都拿顿安尼个树安尼指甲稍微抠到一下，比如疏松。哇，有个品种迄嘛个时间出来呀，主任？有个品种大部分都是过很热，1月份开始，3到差不多6月份都结束的。哦，佢同一般的水果无共用的，叫佢散去啊。嘿。哎呦，啊，有个也真种更加能看到的哩，迄咩也几年才出来的品种啊？也都2、3年开始吼，因为那个莲雾吼散去，产节调节，啊都尽量鼓励，也的农民朋友种的时间是咧个长，熟成都个半天，米长也都有个熟成，嗰时候佢到部分以前种的黑珍珠莲雾，都改种那个水蜜桃莲雾。原来安尼，为到同其他的莲雾吼，讲给那个散去做一个错开调节都错个，哎呦，安尼可以咧更好的相反呢，安尼更加来说那个色成果层的，那个切好的嘛吼，那个色成果层的迄嘛个品种，条到个迄酸蜜桃的，那个喏，用到黑糖芭比。黑糖芭比，形容成这5年，这5年这个种的嘛，也系讲农民给农民朋友种的。农民朋友种的。来上干那先，看看来无加了安太了，啊，唔过色成果。过甜哦。啊，唔过水分无按到。嘿，所以有些是把甘渣，是把是甘渣，安尼去甜。有些白的感觉。真是水分无按到。其实放来口感真是无像调到个水蜜桃按水，啊，唔过说放来共用会清甜的啊，后尾时间其他个甜度真是有比个水蜜桃还个甜呢。其他个甜度差唔多两个差度啊，主任。水蜜桃差不多都12左右的，啊，黑糖芭比都差不多是到12度，嗰时候感觉黑糖芭比的伊色成个红，啊，都个甜。啊，你讲真正，一个安泰了又新出来一个水果莲雾啦吼，会不会种好了有特别多的品种，还是同一般的水果共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水果本身都种过高工啦，其实也种也两种出来，同一般的莲雾共用弄过多也是品种还弄差唔多。系啊。原来安尼。唔过在除了要种安好式的推广，要种安好式的个新鲜的水果啦，也看到唔能带过来，过度无共用，应该看好来人哋咧水果做出来的加工品，然后基本上嘅门咧个中间一个啊，迄水果爆红来嘛，也迄几迄嘛个东西，莲雾手工皂，俺能带来迄莲雾花萃系列产品啦。莲雾的法做的哦。嘿，莲雾法做的，因为迄俺能莲雾啊，我有打法嘛。有时间莲雾剩个法过大，迄个农民全部打落来啊。其实俺中国速度上工也都打下底花，其实也可以做个再利用，那可以帮农民再做一些额外的收入啦。个时间愈有一个想法，就会讲，阮农民同个的花收集起来，俺人类要做一个莲雾花萃系列的产品。个是俺农业有一个福玉宝香皂工厂，个从中都愿意帮助俺人开发亚的产品啦。不过重点都会收集个的莲雾花萃个的花，不过也个是清洁用品要做好一轮。个枪嘛，又不能有农药残留。古时候个时间，而且也要收集迄花生，要个辛苦，前2礼拜无喷药嘅。嘿，农民都去摘，农民都但嘛唔去伐木跌天来，跌天来都学做，都做唔得的。嘿，因为俺的农业有个老农嘛是个多啊，好商人有个大部分人口外移嘛。嗰时候有时让人工规划请啦，个是俺们有时间农业都利用闲暇时间很个的就是俺家政办的妇女工啊，特殊摘个的花，收集个的花，收集起来，去本个香皂工厂做样的花萃系列产品啦。
哦，原来啊，就是安尼来的。不过啊，条到安尼看啊，就真是能做一个手工皂哦，真是当盲枪呢。因为我一看到的时候，我都想讲奇怪，更加身高还按宝贵哦，要用个保鲜膜包啊按好，吼，迄讲讲根本是可颂美丽，原来迄犯贱哦。做到安尼大半大个倒摆，失败个倒摆啊。系啊，处啊做嘛，总公司啊，俺人主任个都会试啊，看到试到可以，那会出的。之前嘛失败个倒摆，哎，就那出来。哎呀，种打扮啊，原来还真是用这种真实的酸果去翻模，也系讲用手工去做出来啊。打扮迄，其实因为农民我有做，也有时连我有一点膜嘛，我用这种做一种膜来做。哦，这叫用这翻模来做哦，个夹。啊，你记有酸果的米线吗？有莲雾法米线。莲雾法的米线哦，哎呦，莲雾法清葱。淡淡的香。哦，哎呦，等一下还有几位法吃过那些商品。因为洗手乳、洗手乳我有那种米线出来的。哦，啊，另外一个呢，除了有个份饭件，啊，顺后一罐一罐啊，可能是喺毛给你。因莲雾法，因个洗手乳哦，洗漱的。哦，我也用迄清洁用品来做的。哦。啊，疫情期间它个销路是第1名的。其实西方来用也有升过莲雾法嘅面试。嘿，是爸爸有点清香，唔好感觉唔好按咬手，哦，不过比较很滋润。不过除了有个清洁用品，会不会有个香用？也3罐香用也系人哋生果法做出来的嘛？系啊，伊得洗头拿膜的，伊得洗唇的，伊得乳液。哦，还可以做乳液哦。系啊。哦，安尼的话，其实人家种莲雾法嘅精粹产品生产出来，应该贵数都分样啦吼。贵数分样啊。因为其他市面上也看到无嘛个用那种生果法、莲雾法做出来嘅产品啊。啊，你除了能做一个洗手乳了的，啊，顺后要个迄礼盒吗？嘿，给如为了给水蜜桃莲雾设计的礼盒，俺请设计师去设计一种礼盒，会看出去啊嘛好看。把放迄落可以闹闹安尼。哦，可是你看，个蛋糕个马克个细细盒的，底部个马克轻等一下，个生果伊咧做卡通的感觉，哇，人那设计师真是当蛮厉害哩。啊，你除了做一个产品啊，吼推销一道水果之外，推广普鸦片啊，还有在贩卖个菜体的活动嘛。因为我底下讲，过多的农夫也会利用讲，推出新的这种水果之前，给他们顺势办一个活动讲来推广菜体的农产品啊，也得。啊，农夫的南族农夫鸦片，也还有做乜个相关的活动吗？俺们南族农民每年都会办一个双瓜节啦。双瓜节。嘿，都针对南族的副瓜、新皮的木瓜，办一个这种类似本老本人伫俺的农会有乜个特产啊嘛，迄本人意是讲俺的南族农夫啊。啊，今个双瓜节佮固定喺乜个时间办啊？是一年大是一年初，啊，配合个俺的南族个西周代天有个王爷上。哦，嘿，配合个就办一个节日，个盛大的欢迎，个盛大节日啊。嘿，啊，个办的路我办2年。我拄好你结合地方上的民俗活动，然后乡下来大家乡下闹热，也本大家讲，可以看到南族地方上啦，新皮鸦片有那条特别的农产品。哇，安尼quite好的一个想法哩。系啊。哦。哇哦，观众朋友，原来到南族啊，唔单止有好吃的水果可以吃，有按好的加工品可以去买，甚至讲还有按好高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呢。不过还有哪条的故事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特别调到刚刚牛晨姐同我们说嘅双瓜节一个活动吧。牛晨姐，双瓜节调到有分享，其实呢度同民俗活动结合，后本大家认识我们南族有哪道农产品办的活动嘛？啊，一个活动办到更加差不多1久的呀。差不多6年呢。6年哦，哇，算几久的时间？呀嘛，迄俺总管是想出来的一个活动啦。啊，其实可能俺南族东西比合并过后，总管是除了想让大家认识南州，嘛希望本人认识新皮。
啊，古说路上都也给方法，啊，其实跟男主有的3年一科嗰种王牙上，嘿，啊，古说跟路配合嗰种王牙上了判的法通，啊，嗰度其实双高这法通唔係只有认识在地安尼法通，地包括到美食推广啊，美食竞赛啊，还有农特产品展售啊，啊，然后过有啲双瓜飨宴，嘿，嗰法通路一判落去都判2年。哦，嗰時候2年都會有頭講嘅，也就無共樣嘅法通係地杯。第一個競賽，第二路美食競賽、美食推廣，啊，還有農特產品展售係2年。啊，美食推廣都係我會請我哋嘅老師無路家政班人去教上，用苦瓜同木瓜可以做出乜嘅東西，一啲點心。啊，有位老師會想做麵包，啊，有位家政班會想講用苦瓜做乜嘅，有位說涼拌苦瓜也得，有位冇嗰種本人品嘗嘅。嘿，啊，還有我哋農園咩有一啲披薩，咩可以用我哋都用苦瓜落去做啲披薩，可以本人品嘗。嘿，啊，美食競賽都會，第二最精彩係美食競賽啦。呢度家政班人會落去參加比賽，嘿，啊，路有老師的評分，啊，評分完之後，我們就這種免費給人家拿。品嘗路上嘅。對，免費品嘗就。我哋前幾年攏辦做便當比賽，嘿，啊有時間我辦嘅煮飯湯，嘿，因為男主吼以前過做以前迄飯湯夠有名，嘿，有煮飯湯啦，啊後面攏美食競賽嘅度片檔，啊後面攏做嘅度比賽啊，嘿啊，嗰時候也度比賽，其實用嘅主題都頭都有講嘅2種瓜嘛，苦瓜同木瓜安尼，一定要用2種。我同你講，一定要用2種。啊！你6年判下來應該有幾道做無共樣嘅美食有做出來呢？啊！你用真正同做你們有下一試過冇？去年都有嗰個木瓜，同嗰個我哋85度 C， 兩個結合起來，啊都同啲木瓜餡，包一啲嗰個麵包地杯。木瓜包一啲麵包地杯哦。嘿，啊，他個反應都唔會難，啊做嘅木瓜嗰個餡，啊，比如做伴手禮。有失敗難以想象那種，還係有機會把石頭才會提供幾個嘅味道。啊，你用真正，頭都有講到啊，除了一個美食的競賽之外、比賽之外，還有聽你有一個雙瓜饗宴啊，這一個雙瓜饗宴，談好了應該係做一個宴席料理嘛，吼，係咪用前面比賽一道料理點心，去組合在聽你嚟做一個宴席料理啊？係安尼嗎？唔係啊，嘛係用鮮果啊、苦瓜、木瓜新鮮食材嚟做嘅啦。係啊，啊路我們會請師傅來上一啲好像10道菜的料理。啊，底杯嘛係要苦瓜同木瓜。啊，你個師傅吼，米拜我多一盤嘢嘅發通嘅時候，好些物件會唔會千條拿通啊？哎呦，米拜哦，要上無共樣嘅料理，無共嘅菜色。係啊，當然中國是同俺主人攏要求要完美啦。故說不是師傅做嘅，俺人中國是同主人攏會先品嘗一下，感覺可以，然後出菜。當可以推出嘛。啊，故說俺那個雙家宴席嘅料理，其實說實在都真的是經過中國是從主人一直重複嘗試，嘗試到跟等於就是已經是完美。主人哦，能在地波會聽數嗎？嗰啲地波農費全部都一體嘅嘛，吼啊。推廣部啲判法通嘅，當然其他部門都可以配合嘛。啊，分配嘅工作都就太嚴格啊，啊又愛做披薩，我哋有啲行動有好車嘛。啊我哋都會睇數做披薩，有啲伴手禮嘛。啊結束嘅俾你披薩。用陣啫，請教一下哦，雙瓜節判到更加已經6年啦嘛，啊唔做一個工作年嘅期間啊，有冇影響過什麼事情嗎？影響過什麼咯？我明年我拍美食競賽同美食推廣嘛。啊，美食競賽比賽過後，我會我們那個便當，我們會放出去試出去。啊，我一組會準備50份便當，啊，本嗰個在地居民來量。啊，有時間我哋2片當時間有1天的時間，冇法度提早。
因为玩过做物件，拢玩喺比赛无话对。啊，如果你拢玩无，本身家孙是1点2练的嘛，如果10点半拢睇摆的啦。啊，去年如果摆拢日头过烂，啊摆啊听到，啊看到俺拢讲，如果有老人家。俺们可能会不好意思，讲啊，我能去瞅一下，俺们一定会本能量都偏到，啊，见用的都唔会掉，啊，俺们感觉到其实呀，从比赛比落来呀，感觉到其实他家拢有目共睹诶，啊，俺做出来的东西嘛，唔会比诺贝也差，每一代拢家政，等于是说每一个都是家政班级人心血结晶，啊，嗰时候得到的回响，我感觉到就是觉得说还蛮好的。俺们除了攀亚嘅玩做的美食推广，都用苦瓜、木瓜，提做嘅豆有面包啦、点心啊。啊，我很家政版做有嘅凉拌苦瓜，也得本地人士。其实俺有个家政版凉拌苦瓜嘛做啊，真唔会差。啊，见侬有时间侬还好，很见做嘛，侬会听书啦。嗰日很多个，我有女儿听，俺都刚好也点侬个感动的地方。虽然讲排队吼会帮人造成一些困扰，大家上长二来排又按做去排，啊，不过真的看好了也还本要给发通本国中年一个肯定然后盼到更加大家有目共睹，很认可这样子一个发通。啊，你其实俺能看到更加农会盼的按道的发通，上网台推广也都有水果啦、行销，甚至于盼的保险也都。啊，不过更加农村的现况，主任，更加农村的现况啊，都在黑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好转呢？还是有另外的情况？你可以同我们讲一下吗？甚至于讲，假使讲有什么状况，你们未来有没有农会这边作为其他相关的阴影？因为农村吼，大部分老人家在做啦，都上一个少啦。啊，嗰所以因为农会啊，又是你咧青农，都希望好上个都多多来接触下农业，对下农业有兴趣，农业有一部分要是来赚钱，要做个精致，啊，因为欠的老人家嗰度嘛，啊，嗰所也缺工的问题都个大。啊，嗰种我哋同农委会都合作嘛，有盼那啲基本都农业缺工的部分，有一个农业技师团，啊，他有部分有50个一个工作的师傅，啊，那有手工啊，都是在度我哋推广过，定期，啊，定期的因为推广过要派人，一度农业师傅去平屯来开始做些，啊，我哋一度农业师傅没有训练过的，做某种的行销啦，研发不同的东西从不同的方式，向其他人嗰度来到我们农村南族一片来观光本大家看得到，就是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安尼嘛。啊，你能作为农会安尼做按多肯定来讲，也听讲啊，农会也参的，也得到一个某种的一个奖，很多幸福农村金推奖我认这也个也喺我们推广部，也喺讲哪一部门负责有些。得到一个奖吗？喺俺推广部负责的啦，佢是农委会主办的啊。啊呀，个幸福农村金队奖都等于俺的农会奥斯卡。等于我得到最高荣誉啊。啊，等于都喺俺的有办幸福农村计划。啊也今年有办绿色照顾。啊，也得幸福农村计划同绿色照顾这几年累积的经验。就是会有个成果来呈现啊！我有给的评审委员来评审，觉得是说你们真的做的值得肯定。如果发本来的金推奖，安尼。不过我认真调到俺来分享一个金推奖底部的时间啊，有谈到一个叫绿色照顾绿色照顾其实照顾迄乜嘅其有用用版的方式，你可以简单同俺来讲一下吗？绿色照顾迄也今年农委会主办的一个，因为俺们今年农村人口老化嘛，啊，见农委会有想讲，俺们农会个多乡镇就上上古说有关怀据点啊，俺们农会有老农，老农今嘛需要被关怀，其实个农委会就有个想法，就说办个绿色照顾，针对农会的，俺的农会绿色照顾就是类似每个乡镇的关怀据点。然后唔过目前讲自贡家政班呢，家政班扮演出来天数，然后个班员有的他本农部老农，就是本地人利用时间出来学东西，
原来啊，人家个就很多绿色照顾啦。我就想讲奇怪，条到谈到一个俺无认识的名字，还记系嘛个意思？俺人农会114年那开始办。主任，更加条到唔难安尼分享，其实大部分民众可以参与到的部分，都係唔能喺行銷、喺推廣的部分，甚至於講有時擺喺後端的部分啊，農會有考慮過講，有個時間可以嚟扮演咧票選講，農會下一擺可以行銷，做乜嘅產品的加工啦，又係講民眾最希望是到農會推出乜嘅加工的產品，又係講水果，我以為安尼嘅方式冇。因為大部分嗰度農會都有一啲同乖乖嘅公司有合作嘅農產品，有做安尼乖乖嘅口味，每個地方都有啲乖乖的一個特色的產品，啊個連農會嘛是的。看起來有苦瓜乖乖，唔會差哦，唔講有苦瓜、有木瓜，甚至於講還有水果蓮霧嘅一個口味。那如果基本上有3種可以考慮啊，辦一個投票，某一天創造出某樣的一條行銷的之路呢？那也是假使講，人哋民眾啊，有希望都更加了解一個農會嘅話，人哋會對哪一部分去了解農會個好啊？農會大部分農會咧喺網絡中有咧行銷農會嘅產品。啊若有興趣嘅人愛聽，睇我哋農會嘅公社鋪，都有安尼官網本嚟聽。我哋超市嘅直銷站，咪有安尼廣告，啊若愛聽，咪是嚟睇片聽。佢說係愛買產品，愛記得可以了解下去農會嘅網站，甚至於講假使講農會有乜嘅消息，擺頒發圖，其實農會嘅網站上都會標出來，做麼？其實真正民眾有幾多嘅管道可以去了解講人哋更加農會喺做乜嘅，有哪條嘅政策愛俾民眾去了解，幾好呢？再一次感謝兩位今日嚟分享觀眾朋友。假使講有機會，大家來到屏東，可以留了嘅時間，可以去南州留了以後，唔好一下啲肯定去停下來看一下。某一天啊，大家可以食得到好食的水果，買到特別的產品哦。再一次感謝兩位主任啊，同楊小姐來到節目分享安精彩的故事，多謝你。多謝主持人，歡迎大家觀眾朋友有閒來南州來了。我坐到更加大家嘅信任的麼呢？叫聽欣賞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